来糖尿病的患者有少年化的趋势，民间团体提出针对掺糖的饮料加收钱，或者是无糖的饮料算较俗的，鼓励民众卖食遐尼济糖。美国暂停对顶关税期限到7月初9，川普也讲，这几工仔就要来通知关税税率，风声讲咱台湾甲南韩等哪有机会当达成协议。美国日有发生火烧山，消防人员赶紧去拍火雪防开清，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警方认为这是刁工放火杀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这拍风雷的教练罗继贤是涉嫌替中国做间谍，伫台湾买收军人甲海巡，今仔日去互依照国安法判刑10年6个月。另外涉案的有艺人桂书瑶，伊的小弟桂必定是互判刑3年10个月，其他退役的军人甲海巡是判刑4年4个月到6年的刑期。涉入中国间谍争议的罗继贤，被指控去中国参详商业表演，受中国政治单位吸收，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台北地院3早按照国安法等罪行，一审判10年半。罗继贤呢是在台湾发展组织的主导者，位居重要核心的关键地位，更借以开拓军中人脉，发展对台情报工作组织。和对方收买伊已经自闭佮认罪，合议中认为讲，伊借真侪位现役退役的军人，因军中的人面收买现役军职，也有海巡人员，也去收民间人士，累计有12人加入组织，个人交出军事文件。请问一下，对今天的这个判刑结果，被去收的军人佮海巡分别是判4年4个月到6年等等的刑期。也若参与专案的，佮有艺人桂书瑶的小弟桂必定等人，承认有借口座收中国资金，不过否定有协助扫军中的文件等等的代志，一审判3年10个月。怎么会涉及国安法？靠桂必定伫交稿进前无得到回应。桂书瑶的经纪公司是讲，一切交由相关的单位处理，无加讲话。也若共款互指控收中国资金，伫台湾动员真正抗议的共和党主席周克奇、保险共享会常务理事潘进东等人，3早是依照反渗透法判1年到2年。对民进党的政策有意见，所以我们去抗议啊！但是呢，跟这个中共是扯不上关系的。什么中共资助我们只有1万块钱的，没有这回事啦。专案发生伫2022年9合1大选进前，周克奇等人伫世界民主运动大会现场造势抗议，否认着是受中国指使，不过以法院网讲会上诉。从高阶将领、中阶军官，现在到士官兵了，那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警惕的。他也可以从这士官兵了解部队的士气，尤其是抗敌意志，这也是目前中共最想知道的。专家分析讲，对谈判来戏假主动，军中内部的管控，佮有反抗敌人意识，拢需要全面的强化甲提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中国对咱台湾的军事威胁愈来愈大，各国拢伫咧关注。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就表示讲，即马有真侪国家拢有咧监控台海的军事行动，安尼中国应该是真歹来拍过台海。因为咱的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去主持将官的进任授阶典礼，强调7月是国家团结月，希望透过汉光演习，向世界来展现咱台湾自我防卫决心。总统赖清德3日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强调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加敌情威胁会加紧国防改革脚步，建立有效捍卫国家主权、民主自由会当瓦靠的战略。今年7月是我们的国家团结月，我希望透过汉光演习和城镇韧性演习的验证，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加台海紧张情势，除了台湾继续强化国防力量，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分析，在多国无停止监控台海情况之下，中国真歹执行跨水合作战。We're talking about an adversary that has to cross an 80-mile wet gap that's being watched by an unblinking eye, multiple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gain to deter them from that activity. 专家分析，包括美国、日本等国伫强军可能犯台的相关情报上，会甲台湾共享，将压中国可能攻台的潮头，及时应用一定程度上达到吓阻强军的效果。透过比如说雷达或影像情报卫星啊，甚至所谓的外离岛的监听站来监听地面上部队有没有集结。那其实取得这一点点的预警时间来讲，对我们国军的生存是会有所帮助的。
因为全面防空演习7月15开始，陆续伫中部、南部、北部、东部甲离岛实施。内政部公布防空避难指引，说明避难位置的选择、防护姿势甲行动指引等3大面向。当防空警报响起，民众应该爱优先进入地下室，也是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面对爆炸威胁，应该爱随拍落去，搁保护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互人讲做是手持茶王国，伫咧热天，人人拢介意来一杯凉的降火气。毋过其实这有掺糖的饮料，若讲点3分甜的，这就有25公克的糖伫内底。若搁有食其他有糖的脆食物啊，真有可能得超过 WHO 建议，逐日毋通食超过50公克的糖。而且因为咱即马国内这大颗的成年人是已经超过50%，甚至糖尿病患者有少年化趋势。有民间团体就提出讲，要针对有掺糖的饮料加收5块至10块，或者是无糖的饮料要俗3块至5块，鼓励民众毋通食遐尼侪糖。请问甜度冰块呢？最近天气真热，不少人真爱啉冰凉的手持茶饮料透心凉。也毋过为着提升民众健康意识，未来可能会针对含糖饮料扣税，对此民众的看法真无同。某方面来讲不赞同，因为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吃一些甜。我会选择无糖的，因为它喝起来比较健康。增加这个糖税的话，那相对会增加到饮料的成本，那有可能就是售价端就会提高。那我们是觉得这样是不太合理。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2024年成年人过重也是大考的比率已经达到50.8%，有1/3以上的成年人得到代谢症候群，造成糖尿病盛行率逐年增加。理解认为，除了基因遗传，也跟民众爱啉含糖饮料有关系。临床观察来看，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年轻化，其实很多的是运动不足，含糖饮料喝得多。台湾健康联盟是公布最新调查，有达到73%的民众支持政府比较英国、泰国、墨西哥等国，针对含糖饮料扣糖管还是糖税，阻止含糖饮料过度消费。我们调查中支持糖捐的比例略高于糖税，但两者都支持的比例也不相上下。所以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是回归健康。目前是没有考虑要推动这个相关的税捐，在推动这个无糖饮料的这个免货物税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一起配合。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无论是无糖减税，还是含糖加价，拢会当伫政治讨论，将税收投入健保资源，还是健康教育中。国健署是回应强调，暂时无考虑糖管还是糖税，也毋过会配合货物税条例修正，互无加糖的饮料免扣货物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天啊，有影是全台湾拢真热，伫咧台北市是连续几日讲，这气温拢超过36度。气象署嘛发布柑仔式的高温警示，而且也伫咧今年头一天来启动热流的预警机制，有出动夜水车来降温。另外，也有针对740个路口来缩短红灯的时间，平均有缩短21秒，或者骑奥多摆也是行路的民众，唔免伫咧日头下骹晒遐尔久。日头赤炎炎，全台是小忽忽，30全台上悬温是伫新北三甲的37.4度，彰化花坛是37.2度，台北的社仔也升到37.1度。到下晡，气象署也继续对台北市、新北市甲彰化县发布柑仔式警号，引发台北市的这天气真热有警记者。气温动不动飙到36度，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最久有200秒。暑假期间，离峰时段直接减少50秒钟。台北市10月局处启动应变计划，目标是市民体感降2度，包含台北市9工处。考虑休热时路的车较少，设定全台北市740个路口7、8个期间，早时11点到下晡2点，青红灯等待时间是减少平均21秒。OK 啊，因为这等太久了。等太久会很热。它还有一个行人专用的。真的很热，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如果说可以缩短的话，这样可能流量在安排上会比较好。环保局也出动夜水车用回收水来钻路，尽量降温。另外，也有公园处绿地草埔压水。社会局独机老大人关怀服务，卫生局甲市场处加强大头集中场所食品安全宣导，降低高温所带来看袂到的危害。我们市府从105年开始，总共就有建立这个热浪预警的机制。那在去年一整年，我们总共启动了33次洒水的范围，包含了重要的干道，像忠孝东西路啊，那总共洒水的里程有2300多公里。
根据卫福部统计，6月到29日为止，全国已经有624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平均每天有20外人落到入病院。若市府用心来降温，民众也一定要小心热伤害，防止着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伫咧4月初2时阵是宣布，要甲咱台湾扣甲32%关税，引起各界的紧张。虽然4月初9，伊随着佮宣布要甲这关税政策暂停90天，伫这段期间内底是先维持10%关税，不过这个期限7月初9就要到啊。川普也讲，还未达成谈判协议的国家，伫这几天拍算就是会去收到因关税税率的通知。目前风声讲，咱台湾、南韩也有印尼、越南，拢有机会当甲美国来达成协议。伫福斯新闻上新的专访中，川普予全世界等待甲美国关税谈判的国家一个肯定的答案，迄就是7月初9的期限就是最后的期限。We'll look at how a country treats us. Are they good? Are they not so good? Some countries we don't care. We'll just send a high number out. But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letters out starting pretty soon. No, we don't have to meet. We understand. We have all the numbers. 伊讲，遐还未甲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美国会伫7月初9之前寄出订发性关税通知函。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end, and we're going to say, congratulations, we're allowing you to sho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re going to pay a 25% tariff, or a 35%, or 50%, or 10%. 川普讲，美国手内有200个国家爱谈，无可能是一个完成。不过顶礼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拄讲，2礼拜内会甲10个主要贸易伙伴来做出协议，这内底敢有包含台湾的。川普甲伊的经济团队拢无讲这个详细情形，敢若讲印度可能伫中国了后，甲美国来签协议。另外，根据皮普引用知情人士的报道，包含台湾甲越南在内国家已经接近甲美国达成协议，印尼甲南韩的谈判也有进展。不过，其实也有国家无伫7月初9的期限名单内，原本拍算向美国营收超过1500万美金的大型科技公司扣3%社会服务费的加拿大，伊就予川普拒绝搁再谈判，将加拿大决定让步，取消对美国的社会服务费。总理卡尼也证实，美国加拿大已经重新来启动谈判，预计7月2进前来达成协议。日本即阵也陷入苦战。30下晡回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日本经济再生相斥责亮正，是拄伫华府结束第7轮的协商。这场美国甲日本贸易谈判原本就真无简单。因为川普伫福斯新闻上新的专访中，伊阁批判美国甲日本汽车贸易无公平，甚至讲会使直接向日本寄出25%汽车关税通知函。也过伫威胁的同时，川普也伫要求日本大量买美国石油，并且扩大进口美国商品，也看出美国甲日本谈判伫短期内恐惊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近前，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控制，讲已经毁掉伊朗的核子设施。不过，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因的署长是表示讲，其实美军并无彻底来毁掉伊朗的核子计划，有可能伫咧几个月内，印度发动搁再重新来生产核武的原料浓缩铀。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署长格罗西日前接受美国 CBS 专访的时表示，虽然伊朗的一寡核设施和美国甲以色列空袭升当，但是有一寡据点有原伫咧。若做伊朗政府想要，就当伫几个月内重新生产浓缩铀。Capacities they have are there. They can have, in a matter of months, I would say, a few cascades of centrifuges. Spinning and producing enriched uranium, or less than that. 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伊朗伫受空袭进前，敢有能力转移大约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的库存，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刷走，这点格罗西也是无加讲。We don't know where this material could be, or if part of it could have been, under the attack during those 12 days. So some c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as part of the attack, but some could have been moved. 格罗西单位等于是否定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的，已经彻底毁掉伊朗的核设施，和伊朗的核计划倒退数十年。也佫有讲，伊朗已经无够焦躁，无再调想转移浓缩铀。不过川普也警告讲，无排除会佫再攻击伊朗。If the intelligence reports conclude that Iran can enrich uranium to a level that concerns you,
would you consider bombing the country Sure, again? without question, absolutely. Have you had any Turned out to be unbelievable. 外界估计，伊朗的浓缩铀库存会当制造大约9粒的核弹。一位参与伊朗核计划调查的西方外交官无签名表示，核年度设施内底大部分的浓缩铀，好亲像伫攻击发生之前几多天，都已经互转移。伊朗国会顶礼拜已经表决暂停甲 IAEA 合作，对迄蓝也拒绝甲罗斯请求视察受损的设施。尤其是核年度地下核设施，这种严重伊朗核计划鸟掠鸟鼠的局面也特别上演。公司新闻警员强评语。美国29发生火烧山的事件，这消防人员是赶紧去到现场拍火，说是警方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警方认为这是有人调工要放火要杀人的事件，所以派出大队警察要来抓这个嫌犯。不过这个嫌犯呢，却是伫咧烧战的过程当中已经死亡。爱达荷州库德大军会砍开尼迪山的东边，伫当地时间29发生树林火灾，庆出高烟。消防人员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刷正做庆祝的受害者，现场传出庆声，造成2位消防人员不幸过往，各1个人受伤。We got the first call at 1:21, and we have reports that they were taking shots at about 2 o'clock. It appears that modern-day sporting rifles are being used. It appears that high-powered rifles are being used. No, we're taking rapid fire. 一开始无法度确定庆祝有几个人，联邦调查局甲附近县市300多位执法人员马上赶到现场追捕，派出日检用直升机来敲锤，并且对民众发出就地避难的警报。到暗时7点半，警方透过手机信号追踪，发现一位有武器的男性遗体。对枪击射出去的矢甲武器的类型判断，伊就是唯一的枪手，危机结束。目前凶手甲被害者身份也未公布。警长陆瑞书表示，枪手好亲像是哪走哪开枪，可能伫无共所在拢有藏武器。按算伫山顶真侪所在会当找到证据，因那现场的火势继续探。因为追捕枪手的行动一时停止救火的部署。20英亩的林地拢烧烧去，30开始已经恢复全面救灾。公司新闻施会长评语。咱来看国内，新竹县五峰乡的上边溪是防列作危险的水域，禁止伫遐耍水。不过，昨有7个民众烧石去遐过船啊，结果一个38岁查甫人，因为这溪水串流无设置冰船，而且要爬，阁爬袂起来，阁互水底暗流压落去，不幸拄死。先把人放到船上绑好，然后往下游，因为这边都是开阔地形，上去都是急流。然后38岁姓廖查某人，发现时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因为事故地点地势较危险，救援较无简单。消防分队也增加调派合力驾驶所进行搬运作业。控制方向就好了啊！救援过程现场也落大雨，救援人员由原专业病，最后总算将查某人刷到普通道路，交予警方甲家属处理。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翻覆，尝试3次自救未果，而后人舟分离，遭水下开口吸入。30分钟后，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根据了解，38岁姓廖查甫人离岛甲其他6位朋友到新竹五湖乡上平溪去泉州活动，一家人为五湖乡青蛇部落落水出发，有计要伫和平部落天线桥上岸，全程大约9公里。过程中，查某人马三摆想要自救，也是互暗流吸去。救生衣的浮力很大，它一定要有外力，可能就是机动艇，或是说有拿一个可以达到那个这个弱者的身上，然后让他攀住，然后再给他拉出来。因为上平溪已经封铁集，新竹县内危险水域游客活动禁止开设，专家呼吁民众进行水上活动一定要找合法合格水域。进行水上活动进前，也要向地方政府申请，万一发生事故，才会当紧急救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真侪人家去小琉球佚佗，不过却也传出消费的纠纷。有民众表示讲，因开35000包船出海要去耍水，业者却想要甲因甲别人来结团，而且20个人干那配一个教练，3点钟的行程嘛，互压缩到1点半钟就结束，互因真不满。落尾是这个业者甲因退3000块，才互这桩纠纷来收煞。教练拍拼白 SUP 上邦，所拢无叮当。屏东小琉球离七水池海风差，有台北旅行团开35000块包船3点钟出海，其中2个人被 SUP 刷互海流，愈带愈远。教练已经出
出去快1个小时还不回来啊，他们还在远方啊。业者一直打电话来要求要并单这件事情，因为要重复接单，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船长也忘记要收钱，我们也忘记要给钱这件事情。林小姐指控，船顶20人只配一个教练，造成团员也爱落水救人，而且就船进前，业者也因为着好接单，不想要互因甲其他的散客并团。漂走的人救回来了后，教练因为无想要去救，要求团员卖落水，造成行程1点半钟的结束。他们逃避付所有的尾款，我后来就说那我就报案。当天水龙卷起来，还要坚持下水玩，我们团长才跟他们说出事情他怎么救，他都不救了啊。因为迄当时海面甚至已经出现水咖雷，游艇只能赶紧回港，因为业者反抗是这个团临时改期，才会甲其他的团体强绑。林小姐是宣布撤意，到通知改期，双方个人讲个人的，最后以业者拍这3000了解这项争议，因过游客认为退费也都不合理。天气因素应该可以考量，但是如果只退3000，应该是要用行程的比例去退。小琉球最近几年游客一直增加，特别是夏热期间，水上活动受游客假期也安尼衍生部分消费争议，也是安全顾虑。宾馆主也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循相关安全规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英国嘅城镇，常常拢会当看到狐狸，也毋过其实这狐狸嘛是拢面对着车祸破病死亡嘅危机。就有一个英格兰慈善机构利用狐狸救护车来挽救这生命。拍开人啊！慈善机构员工抱一只狐狸准备做检查，看到狐狸的眼神真惊吓无助。伫英国城镇内底，常常因看到狐狸的影子，啊，毋过都市环境对这种小型野生动物来讲无优先。英国英格兰肯特郡的坦布里治威尔斯有一间小型野生动物慈善机构狐狸计划，用救护车世界救助伊伫英国国内红河。这一日，因使救护车去驾驶者厝内救助狐狸。She lost one of the cubs overnight, as in it passed away. So we need to investigate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pen and why he passed away, because along the same call we have a second cub in that pen that is having seizures. 慈善机构狐狸计划成立伫1991年，突然到即马有8员工。一开始是教民众安怎引导赶走狐狸，不过即马已经正做一个正式机构，伫肯特郡、萨利郡、萨塞克斯郡、甲伦敦东南部地区提供野生动物病院、甲狐狸救护车服务。It can come in for all sorts of reasons. It can be reported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and that may be that it appears to be suffering from some kind of virus infection, an injury, parasitical problem like sarcoptic mange. 2014年，狐狸计划救1400只狐狸，其中400多只是细只狐狸。虽然救援的狐狸数量未少，不过平均只有41%用活落来。去年回归大自然的狐狸有162只，其中有46只重新甲狐狸妈妈团圆。公视新闻陈世东报道。2005年时阵，有研究学者伫咧美国犹他州南部挖出这体型加真大只的杜丁化石。经过20年的分析，发现讲这可能毋是杜丁，是咱拢毋捌看过物种，甲恐龙活伫同一个时代。因的身体有特殊的结构，会当来对抗其他的动物。咱做回来看卖。这张相片是2005年研究团队伫美国犹他州南部挖亚利桑那州边界的大街腿埃斯卡兰特国家保护区挖出来四脚蛇类化石。研究人员根据化石的形状研判属于倒一个部位，各有维度数根据测想的体型画出这只大只四脚杜丁的想象图。研究团队指出，这只目前暂时叫做怪石类的史前动物，甲即马伫美国境内同四脚杜丁比起来，体型大正济。对了后出现更加济想象图，研究人员也发现这只怪物级的史前四脚杜丁自头到尾拢有天生的盔甲保护家己。It had this really cool combination of anti-predator adaptations. One is this bony armor on this is within the skin called osteoderms that are attached to the skull. And I think what's really cool is Bolg had this ability, we know because of the discovery of tail vertebrae, it had the ability to shed its tail in response to predators. 学者研判因生存的时间差不多是白垩纪的晚期，也就是离即马1亿年到6500多万年进前，这是各种恐龙支配陆地生态系1亿4000多万年这个时代后半段。
也就是讲，因甲各种的恐龙共存伫世上超过3000万年。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